偉基情。我哋時常都會自嘆，生命真係好多嘅苦澀要自己去嘗，人生真係有好多嘅痛苦嘅事情等緊自己去經歷。下一句好可能你又會問自己，點解要係我啊？點解要我面對住一啲咁辛苦嘅事情要去解決啊？因為好可能我哋需要成長咯，亦都有可能呢一個嘅困境係要令到你進入一個更新、更美好嘅生活。有一日，我見到你真係好辛苦啊！大家喺度跑步嘅時候，你平日都好專心咁樣去做呢一樣嘅大量運動，但係嗰日你係皺住眉頭咁跑步，仲要跑下之後，你突然間抽筋，坐低休息嘅時候，我幫你舒緩下小腿抽筋嘅地方，然後毫不着意咁樣開始同你傾下偈，因為呢個時候就係需要休息啦，你唔可以繼續再跑落去啦。好可能坐低，大家瞓低個草地度仰望天空嗰一刻，除咗係可以好好咁將自己身體肌肉休息下之餘，亦都可以將自己嘅腦袋慢慢咁舒緩落去。我喺腦海裏邊好快速咁樣浮現咗好多唔同嘅方法，甚至乎好想俾一啲建議你，因為我要令你感覺到我幫緊忙啊！但係正在痛苦嘅你嚟講，喺當下，你最需要嘅往往唔係方法，而係被理解嘅感覺。當我哋太快咁跳去解決方案，可能反而就忽略咗俾對方覺得自己個感受、個體諒，好似忽略咗佢呢一種嘅感情世界。有時諗下，情緒真係令人可以好唔舒服咁樣，繼續要去面對恐慌、崩潰，甚至乎一啲嘅深層焦慮。我作為一個旁邊嘅人，我都好緊張。有時緊張到你一個地步咧，如果我真係幫唔到你嘅話，不如我逃跑啊，離開你嘅身邊啦。於是，我又再次成為咗自己一個小缺點嘅世界，就係摸不着邊際咁樣轉移話題，講下東，講下西，希望令到氣氛輕鬆一啲。同時間，我希望你聽又好，唔聽又好，最少我聲音喺你嘅耳朵裏邊走來走去嘅時候，你唔會感覺到孤單，唔會感覺到原來你係一直都需要只係一個人去面對所有嘅嘢。陪伴好重要，我相信真正有力量嘅，我哋唔需要太急，我哋要學習陪伴、忍耐、聆聽、分享。